在地人在地情来看第一届马祖杯台湾茶王的比赛，伫大甲镇南宫举办颁奖的典礼。头届的茶王是来自南投仁爱乡的陈明龙先生，伊真谦虚哦，讲拢是马祖宝贝才会当来得奖。茶王奖。得奖人则摆变，伊是第一届马祖杯台湾茶王赛得奖的陈明龙先生。这场特别以马祖为名的茶米比赛，和茶王就讲这是马祖的宝贝，才能得到这个奖。头一届报吼，就去我得安尼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有马祖的保佑，吼，咱才有法度得这个茶王奖。茶艺师现场泡茶，互来宾会当食到台湾高山茶芳开。那么将宗教跟茶叶结合起来。 那么我想这是一个创举。这场比赛拢总有178组竞争，为了宣扬马祖的文化，和促进台湾茶产业发展所举办，希望用马祖的名气举办比赛，提升知名度，让台湾茶行销到世界各地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